迎收听10月24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路加福音的第17章，门徒跟随之道，从信心预备心。今天的经文要来 RPG 祷告的经节在17章的21节，这也是法利赛人他们问耶稣说，要知道上帝的主权什么时候实现。在那时候耶稣这样回答，没有人能说看吧，他在这里，或他在那里，因为上帝的主权是在你们心里。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上帝的主权其实是在我们心里吗？当我们相信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正在预备，我们就正在行动，我们就正在活出上帝的主权。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耶稣向他的门徒说，使人犯罪的事是必然会有的，可是造成这种事的人要遭殃了，倒不如用大磨石拴在他脖子上，沉到海里去，这样比让他使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犯罪还好。也就是一个人他死亡就是大磨石拴在脖子上，沉到海里去，就一定会死嘛。但是如果你让一个弟兄姐妹因着你而在信仰上跌倒，这是更严重的事。所以耶稣说，对这些门徒说，你们要当心啊。要当心什么呢？其实下一段就有说到，他说要当心的就是，如果你的弟兄犯罪，就劝诫他，要是他悔改了，就饶恕他。如果他在一天里得罪了你7次，每一次都回头对你说我懊悔了，你都得原谅他。这在说什么？这在说，如果弟兄姐妹他偏离上帝的心意，就劝诫他，他如果愿意悔改，就饶恕他。那如果这样的事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但他愿意悔改，那每一次我们都要来饶恕他。这件事以现在来讲，我们大概不会觉得很奇怪，可是以当时在这个罗马帝国的文化里面，特别从法利赛人、经学教师、文士的角度，这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想法。就像我们前几天讲的，宴席要是身份相当的人，要是能够彼此互相有恩惠的这恩主制度下的产物，所以我们能够坐在一起吃饭是一种认同跟接纳。所以法利赛人很重视跟谁一起吃饭，很重视这个吃饭的过程有没有洁净，也就是他们对罪是完全，对罪人应该说对罪人是完全不能接纳的。然而在这里耶稣却讲了一个饶恕的议题，其实它背后就像我们刚 RPG 祷告的经文，是我们有没有从信心的眼光来看见眼前的这个人，眼前的人事物，甚至从更大的上帝主权实现的眼光来看见这整个局面是不是同一个方向朝上帝走去。每一个人生命的维度，生命的刻度，生命的深度，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信仰要走灵程，从初信到深信到成为门徒。其实每个人在信仰中很多时候是不同阶段，更不要讲他还未信，他还没有被装备，他还不太了解信仰，他只是就他认识到的基督教，他对这个信仰有一些认识。所以对已经相信的人来说，其实耶稣说的话是一个挑战，很大的挑战。而使徒们就是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其实他们有发现，这好难哦，我们自己都要不犯罪都很难了，何况我们要一直面对得罪人、得罪神、自己离弃神或者是偏离神心意的人。当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要接纳，可是他还是有个风险啊，就是他有可能会再犯啊，他有可能会走错路啊。但是耶稣在这里是用芥菜种的信心
来表达，让我们发现，原来接纳是需要信心的，原来饶恕是需要信心的，原来离开自我中心，以主为中心是需要信心的。不然人都是这样嘛，我们总是找那个对自己比较有利、最安全的方式来行。所以活出上帝主权的实现，为什么耶稣说要从我们的心开始？因为他真的很需要信心。而这信心来自哪里呢？来自一开始像一个芥菜种子这个大小的信心。只要我们开始相信，耶稣说就是对这棵桑树说，连根拔起来去栽在海里，他也会听从你们。这在理性上，这在科学上大概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信心的影响力，从主来的信心哦，从上帝国度来的这个信心哦，要让人发挥出那个不可能想象到的事情，它可以发生。可能对许多人来讲，要饶恕，要真实的接纳，要彼此代求，彼此认罪，是不可能的事。那今天神就对你说话，神要对你说，你要从信心对主的相信来开始预备自己的心，而且这件事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今天的经文后来就继续讲，他说你们当中如果有一个仆人啊，他从农场回来的时候，这个主人会不会对他说，来赶快坐下来吃饭？主人不会这样讲啊，主人还会告诉这个仆人说，你先去替我预备晚饭，系上围裙伺候我，等我吃过了你才能吃。我们都知道，仆人就是仆人，他照着主人的吩咐做事，难道主人还向他道谢吗？也就是人去面对到要有信心去原谅，要有信心去饶恕，有信心去接纳，有信心去带领弟兄姐妹来到神面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哦。所以后来耶稣讲的那个比喻，讲到这个10个麻风病人，当他们来到主的面前，主耶稣的面前说，耶稣老师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了就对他们说，你们去让祭司检查你们吧。这是什么？这其实是一个信心的表达，是你们去，他不是说你被医好了，你去被检查一下，他是说你们去。结果就在去的路途上，真的他们去的时候，这是一个过程，他们就已经洁净了。这是一个信心的表达。当我领受这个应许之后，我透过我每一天生活中活出这样的信心，然后我就洁净了。然而在这当中，很多的时候，你是要求洁净，还是让你能够洁净后面的那位主呢？在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这10个人得到医治，然而只有一个回来大声颂赞上帝，只有一个他回来怎样？这代表什么？他发现他要感谢的是这位主耶稣啊，他要感谢的是我们的主真的有医治的大能，他真实的寻求信仰，而不是寻求医治。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会有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是要求自己的好处，所以好处满足了，他们觉得就这样，不用敬拜神，不用感谢神，我相信主就是因为有求必应。然而在这里，这位他还不是以色列人哦，他还是一位撒玛利亚人哦，他真实经历到福音。所以路加福音其实很多的时候会让我们看见，耶稣的福音不只是要给本族人，不只是要给已经信主的，更多是要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更多是要给那些没有机会，或者是因为我们没有传福音，所以他们没有机会信主的人。所以才会一开始说我们要当心不要让人犯罪，不要让人在信仰上跌倒，
弟兄姐妹，我们的选择是让主的心意实现在我们身上吗？所以在今天的经文最后一段，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要知道上帝主权什么时候实现的时候，其实耶稣的回答很简单耶，他在这里讲到一个日常生活，但他讲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脉络。像挪亚的时代，人子来临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时代人这样吃喝嫁娶啊，照样吃喝嫁娶，就是平常很 normal 的事，都每天都在发生。可是，一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天，洪水来到，把他们都消灭了。人子来临的时代，又像罗德的时代。那时代的人吃喝如常，买卖如常，耕种也建造。直到罗德离开索多玛的那一天，火和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消灭了。人子显现的那一天也会是这样。他们在问上帝主权的实现是在什么时候？耶稣讲，就在日常当中，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在挪亚在山上造方舟还被人笑的那个时候，就在罗德要离开当时好像很显赫的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要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很傻，你怎么会去住在这种偏僻小乡村？你怎么要离开大都市？你怎么要离开这么优渥的生活？耶稣的审判就来到了。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一直让我想到我们很常读的希伯来书11章1节，他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用现代中文译本2019版说，那么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主要我们盼望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事，更多是神国度实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件事情。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能肯定即使在你眼前的这个人，他真实的想要悔改，但他可能缺乏一些过去没有被爱够，他过去没有被接纳，他过去不懂礼貌，他过去没有一个好的生活品质，以至于他把生活过成这样。但他发现他遇见福音之后，他想要改变。那么这些知道法则的人能够去帮助他吗？还是像法利赛人一样，你要先达到这些，你才有资格跟我一起吃喝玩乐？所以我们要来默想，日常生活当中的哪些行动是出于对上帝的相信？我想主要提醒我们的是每一个行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今天的经文向我们说话，用我们的心领受主你的应许，更是像那个长大麻风的人一样，他们去的时候已经洁净了，他们用行动来活出对你话语的相信，也愿我们用我们的行动活出对你的相信。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